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阿培。阿培今日係嚟到中山東區最核心嘅 location。五一假期咧，中山市區最優質嘅共價豪宅屋苑，今日要帶大家嚟睇一睇華鴻龍悅軒。華鴻龍悅軒咧，呢個小區設計非常之靚，園區造景各方面又係小高層嘅設計。咁之前咧，要成為呢個屋苑嘅業主咧，要使3萬幾蚊1平方嘅單價，所以當時呢個盤咧，亦都係貴為中山最貴價嘅一個屋苑。而今日咧，發展商誠意出貨，5日就打半折出售佢哋剩低嘅尾貨單位。咁當時呢個華鴻龍悅軒點解可以買到3萬幾1平方嘅單價咧？就因為呢個 location 咧喺中山市區嘅行政服務中心，隔離有我哋嘅檢察院、司法局、法院、博覽中心，全部喺晒呢一邊嘅。所以呢個區咧居住嘅人群咧圈層非常之高，亦都係頂級嘅學區房。隔離咧就係中山市一中，旁邊咧又係頂級嘅小學配套，我哋嘅朗晴小學。內地家長咧為咗小朋友讀書咧爭破頭都要喺呢兩間學校讀書嘅。呢個區咧佢交通又非常之方便。我哋出門嘅話咧，博覽中心有18蚊嘅巴士可以直達去深圳，又或者38蚊嘅巴士咧可以去到深圳嘅福田口岸或者蓮塘口岸。同埋咧，我哋距離翻我哋金融中心盛景上風又係非常之近啦。嗰度係有香港嘅直通巴士可以直接去到香港市區嘅。或者港車北上嘅業主們咧、朋友們咧，轉個彎就可以去到我哋氹洲快線，跟住就可以去到珠海，通過港珠澳大橋過關去香港，都好方便嘅。亦都係商業嘅繁華區啦，呢度嘅商業範圍咧係非常之唔錯嘅。首先屋苑自己樓下咧就有一條嘅一個商業街。隔離咧有萬科嘅屋苑啦，有雅居樂嘅屋苑啦，華鴻龍悅軒咧依家都有二手嘅單位嘅。呢度最平嘅一套二手單位咧，單價都要去到17000幾1平方。而依家華鴻龍悅軒誠意出貨15000幾嘅一個單價可以買到新屋，性價比非常之高啊！其他屋苑樓下亦都有非常成熟嘅一個配套，加埋呢個地方，我哋想要去睇醫生嘅話咧，行路已經可以去到我哋嘅三甲醫院、博愛醫院，旁邊金子山公園、孫文紀念公園，我哋嘅紫馬嶺公園，通過步行嘅方式，全部都可以去得到嘅。所以呢個區咧板塊佢嘅價值咧係非常之高嘅。依家咧就帶大家嚟睇翻龍悅軒佢內部嘅一個園區造景，以及單位嘅間隔究竟吸唔吸引？依家出發去睇一睇。OK， 而家阿培咧帶大家嚟到華鴻龍悅軒佢哋嘅園區中心，帶大家嚟體驗下居住喺之前賣到3萬幾1平方樓價嘅一個小區，係會有咩感覺 ？OK， 呢度係佢哋正大門。嚟到個園區中心咧，感覺咧係會比較舒服嘅。入到嚟咧，採觀方面咧都係非常之光猛，因為小區咧104畝地咧。全部起嘅樓咧都係13層高嘅小高層 ，total 21棟嘅住宅，但戶數唔多，容積率淨係做到2.0。小區咧就大量嘅採用一啲水池嘅佈置，層次感咧係比較豐富嘅，同埋咧綠化都係非常之唔錯。綠化嘅數據咧係達到38%嘅。呢個屋苑咧係20年嘅6月份交樓嘅，保持到依家咧。都係好新淨，佢哋嘅物業公司咧喺維護呢方面係做得唔錯嘅，係萬科嘅物業管理費咧就係2蚊9毫91平方。OK， 咁呢個屋苑嘅話咧，佢仲有泳池嘅，仲有一啲兒童嘅活動中心，同埋咧你行喺呢個小區嘅話咧，都有啲台凳凳俾你坐低休息嘅。行喺呢個小區嘅花園，感覺咧就去到啲公園咁樣。用材用料都係唔錯嘅，因為曾經賣到3萬幾1平方樓價嘅發展商，落料各方面都係唔錯。華鴻咧係中山本土嘅一個地產商，專門起豪宅嘅。咁似翻我哋喜灣道嘅華鴻喜悅軒啦，博愛路嘅華鴻景悅軒啦，比較翻呢個屋苑就知道個差別啦。豪宅與普通住宅嘅一個區別。OK， 咁成個屋苑咧，依家
就剩低啲尾貨。大家可以見到，之前用緊3萬幾一平方樓價買到嘅單位咧，好多業主已經係佔咗6-7成啦。嗱，依家就清緊1棟、2棟、3棟嘅尾貨，同埋有11棟、12棟嘅一個尾貨。面積方面咧，就有116平方嘅3房，以及咧有我哋嘅130平方嘅大3房嘅，全部都係大裝修。清尾貨嘅單價咧就係15000幾一平方。OK， 咁我哋依家就去翻我哋嘅11座睇一睇示範單位。OK， 而家帶大家嚟到11座嘅4樓，帶大家嚟睇翻華雄龍迴圈最細則嘅單位，116平方做到3房2廳2個洗手間嘅。首先4樓呢層嘅話咧，佢係2部電梯搭配有4套單位嘅。咁一齊帶大家入嚟呢間屋睇一睇佢嘅間隔。嗱，入戶大門咧，佢係雙開門嘅設計。我哋嘅一個右手邊咧，就係我哋嘅廚房。116平方咧，佢3間房嘅設計，2個洗手間。咁每個空間咧，佢都係俾足大家嘅空間感，非常之唔錯嚇。我哋嘅廚房咧，呢度係可以擺一部雙門嘅雪櫃。咁幾乎咧已經係交付標準嚟㗎啦。我哋嘅一個電器以及我哋嘅吊櫃、灶台，全部都係交付標準公司翻嚟嘅設計。咁廚房嘅隔離咧，佢係配置喺一個生活露台嘅。咁生活露台嘅空間咧，亦都係好足嘅，可以擺一部洗衣機、烘乾機，加埋我哋熱水器，同埋呢度晾衫嘅話咧，都可以滿足到大家個空間。大廳佢就係豎廳嘅設計。咁大家見到嘅呢隻裝修咧，就唔係交付標準嚇，係以前發展商就做出嚟嘅樣板間，裝修係會比較老土啲嘅。到期時交付咧，我哋再稍微改造下咧，就可以好靚。咁開間咧，佢係開到3.8米嘅，跟住連接到咧係我哋嘅一個景觀露台。咁而家嚟到嘅係4樓，佢4樓咧就額外多咗一個花園俾到大家，因為呢棟11棟咧，佢下邊咧係商鋪嚟嘅。咁如果大家揀翻5樓嘅話咧，我哋嘅露台咧就淨係到呢個位嘅啫。房間咧，每間房都係做到大房嚟嘅，3間房2個洗手間。咁大家見到嘅廳呢度咧都係配置有空調嘅，包括房咧全部都係配置有空調。每間房咧佢都可以擺到米半嘅床，做到3邊落，又可以額外做多一個衣櫃。洗手間亦都係好闊落嘅，大家可以見到，全部都係接近交付標準嚟㗎啦。咁15000幾嘅單價，最細一間房咧，佢亦都係可以擺到一張米半嘅床嘅，隔離咧可以做一個化妝台、書台都冇問題。咁呢間房咧就主要係望翻我哋園區景觀嘅，綠化非常之唔錯。嚟到主人套房咧，佢入門位置咧會有一個玄關位。可以擺到1.8米嘅床，做到3邊落。採光面咧，亦都係開得好盡嘅，有一個拐角嘅視野，望出去一樣都係園區景觀。咁都係有空調嘅。過翻嚟呢個位置咧，就係做衣帽間嘅位置。兩邊都可以做衣帽，兩邊都可以做衣櫃嘅。呢個洗手間咧，佢闊度係好足嘅，所以到期時大家想要擺浴缸，呢個位都可以滿足到大家。116平方嘅，咁依家咧帶大家又去2樓睇翻一間130平方嘅單位。依家咧就嚟到11棟嘅2樓，咁因為11棟咧佢係間翻我哋嘅一個商業街鋪嘅，所以佢2樓咧有啲特別，2部電梯佢淨係服務一套單位嘅啫，就係我哋嘅04號室135平方嘅，所以私密度咧呢個單位咧就會高好多啦。咁135平方04號室咧，佢係可以做到4房嘅。有一間房咧，佢喺呢個位置嘅，需要你自己去改造。跟住入戶門咧就設置喺呢個位，你亦都可以彈出去。咁過道位咧都好闊嘅，所以我哋係可以喺過道位呢度咧設置我哋嘅鞋櫃，都係豎廳嘅設計。呢間單位咧，佢個廳咧就闊落好多，接近4米嘅一個開間。咁飯廳嘅隔離咧，我哋嘅廚房，所以呢度嘅動線咧會合理好多。同樣係可以擺到一部雙門嘅雪櫃，大家見到嘅抽油煙機啦、燃氣爐啦，我哋嘅消毒碗櫃全部都係膠標。大家見到嘅除咗白煙幾乎係膠標嚟㗎啦。
咁呢度咧亦都係配有一個生活露台嘅，空間都好足嘅，可以擺我哋洗衣機、烘乾機、熱水器，又可以晾衫嘅。OK， 我哋而家睇一睇我哋客廳出去嘅露台。呢間單位咧，佢嘅景觀露台咧做得會比較長，因為係二樓嘅位置，所以佢景觀咧有我哋嘅一個牆體遮擋嘅，但係望到呢度嘅視野咧都係一樣好唔錯嘅，綠化非常之高，又可以望到一啲水池景嘅位置。係啦，露台咧，因為佢係連接翻一間房嘅，所以做到好長。睇一睇房間嚇，呢度入邊咧係有3間房、2個洗手間。每個位置咧，佢嘅空間一樣都係做得好足嘅。嗱，呢度係大房嚟嘅，連接到我哋嘅一個景觀露台。洗手間佢空間感亦都係好強嘅。嚟到呢個位置咧係第3間房，望園林區嘅。OK， 房間全部都有空調啊。呢度就係主人套房啦。呢個洗手間咧，完全就可以擺到浴缸啦，個位置擺到大嘅浴缸。房咧可以擺1.8米嘅床，側邊做櫃。呢度個位咧又可以擺一張休閒椅嘅。窗台咧都係開咗一個拐角嘅視野嘅，望翻我哋嘅園區景觀。OK， 咁黃龍圈咧仲有大啲嘅單位，150幾平方都會有，160幾平方都會有嘅。如果大家感興趣咧，可以親自嚟到實地去參觀。實地睇咧，同視頻影出嚟效果咧又唔一樣。我哋實質過到嚟咧，感覺係好舒服嘅。咁呢個區咧就係東區最核心嘅 location， 係政府區嚟嘅。咁周圍嘅配套環境希望咧可以帶大家一齊去逛一逛。OK， 我阿培下集再帶大家去睇翻中山其他啲靚屋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